詩篇72篇，獨行其事的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。歡迎大家嚟到呢個聖經導賞團。72篇被視為帝王之篇，亦都係一首預言彌賽亞嘅詩篇。72篇呢係詩篇第二卷最後一篇。頭72篇呢近八成呢傳統上都係被視為大衛嘅作品啦。呢一篇呢亦都有提及大衛嘅名，但係標題呢就話所羅門嘅詩。嗱，呢個講法咧係非常之罕見嘅。縱觀150篇裏邊咧，只有72篇同埋127篇咧有所羅門呢個名嘅啫。咁大家都要明白嘅，所謂所羅門嘅詩咧，唔等於所羅門寫嘅詩。嗱，我哋喺72篇嘅結尾裏邊咧，就睇到呢個係大衛嘅祈禱，所以按推斷咧，可能係有人將大衛為所羅門嘅祈禱咧記錄落嚟，編寫成詩。嗱，72篇咧內容非常之豐富。係大衛為所羅門祈求，求神咧令佢成為一個賢君，讓王朝永續嘅。72篇咧唔容易理解嘅喎，有好多地方咧仲冇公論，所以大家咧係要按住聖靈嘅引導啦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。72篇係一首華麗嘅詩篇，文字優美，詩文結構咧精巧、工整、對稱，有一個交叉對應嘅佈局，係一首非常之好嘅文學作品。嗱，而家我哋睇睇個詩文結構先啦。我哋第一個觀察咧，就發覺第一節同埋第20節咧，就成為一個嘅框架，首尾呼應。第一節嘅標題聲明，加上第20節嘅結尾嘅注釋咧，就係將整件事啊定格喺一個特定嘅歷史時空之中。嗱，我哋相信咧呢個嘅場景咧，就係大衛一個最後嘅任務，就係將皇位傳俾佢個仔所羅門。詩文嘅主體咧，主要分為三個段落。分別係第一個段落啦，1至4節，呢個大衛向神推介佢個仔所羅門；而第二段落咧係一個好大嘅段落喎，就係第5節至到17節，就係神咧反向大衛咧介紹佢個仔。呢個咧就係彌賽亞預告，彌賽亞係要降臨掌王權救贖世人。而第三個段落咧就係18至19節啦，就係大衛對神嘅頌讚。嗱，72篇咧，我哋要了解一下點解要寫咧？等我喺呢一度咧，簡單介紹一下個情節啦。詳情咧係記載喺《列王記上》1章2章，大家可以去重溫一下。嗱，我哋可以睇睇個處境喎。呢個處境咧係大衛咧年紀老埋，已經冇效咧係掌控個朝政噶啦。大衛有個仔，第四仔亞多尼亞。亞多尼亞咧係最年長、最資深嘅王子，因為嗰啲哥哥咧暗戀啊、押沙龍啊都死於非命啦。嗱，亞多尼亞個名咧好有意思嘅喎。亞多尼咧就係 Adonai 係我的主啦，亞咧就係耶和華嘅簡稱，所以亞多尼亞咧就係耶和華是我的主。嗱，呢度或多或少咧都反映到大衛對亞多尼亞嘅期望，但係可惜咧呢個仔咧都係令大衛失望嘅。如果我哋去列王記上1章6節咧，嗰度有一句好奇怪嘅評語喎，係關於佢哋父子之間嘅。點講咧？佢話他父親素來沒有使他憂悶，說你是做什麼呢？嗱，呢個咩意思呢？如果譯翻嚟一句我哋可以了解嘅說話咧，就係話大衛咧從來都驕縱亞多尼亞，冇好好管教佢。亞多尼亞咧好有野心，佢又得到元帥啦、約押、祭司亞比亞嘅支持咧，係想先發制人，喺呢個時機咧奪得皇位。但係好彩喺關鍵嘅時刻咧，先知拿單大衛嘅妻妾拔示巴揭發咗個陰謀。咁大衛知道嗰陣時候咧，佢雖然老啊，但係佢明白到咧呢個事態非常之嚴重，所以佢果斷即刻傳位俾所羅門，破壞咗亞多尼亞嘅圖謀。列王記上第1章48節咧有咁嘅記載嘅，佢話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，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。嗱，呢句說話咧，其實都記載咗喺詩篇72篇啦。點解咧？點解要稱頌咧？因他賜我一人，今日坐在我的位上，我也親眼看見了。但係喺呢個時候，點解要向神求咧？佢求啲乜嘢咧？嗱，大衛咧知道所羅門咧係神所選定嘅，但係年紀仲係細喎。根據一啲研究嘅推算咧，所羅門當時啊最大唔超過20歲，最細咧有啲人推斷咧佢可能係13歲嘅細路仔嘅啫。所羅門自己咧都稱自己為幼童，自覺咧唔能夠升任呢個皇位嘅，所以大衛咧係真係有啲擔心嘅。咁啊第一節咧就大衛向神祈求兩件事啦，賜俾兩個人，王和王的兒子。
王咧係指大衛，王的兒子咧就係指所羅門。嗱，喺呢度有趣嘅咧就係大衛向神去祈禱喎，但係稱自己為王喎，唔似得佢以前稱自己係僕人。嗱，我想咧，因為當時咧大衛仍然係王，王權咧未正式移交，而大衛因為年紀老邁咧，佢個禱告咧可能係由其他人記錄嘅啫。嗱，但係所求嘅兩件事係咩事咧？第一，佢為自己求，佢求神啊，將判斷嘅權柄賜俾佢。大衛知道咧，君權神授，所以佢求神咧允許佢傳承呢個皇位。嗱，跟住第二樣嘢咧，就係為佢嘅仔所羅門求咯。佢唔為所羅門求富貴，唔求權力，單單求賜俾佢咧神嘅公義。嗱，喺呢度值得留意咧，公義呢個名詞咧有陰有陽嘅喎。呢個公義咧，Tzedakah 咧係陰性喎。呢個咧係對弱者嘅憐憫同保護，所以大衛為所羅門求嘅咧係期望佢有公正，係滿有憐憫嘅賢主明君。嗱，如果所羅門有呢個士達卡，有呢個仁義嘅心腸嘅時候咧，大衛就話佢會按公義，嗱，呢個唔係陰性啦，係陽性喎。士達係有一個堅定不變無私嘅法則去審判，除咗公義咧，佢又按公平一啲合乎公義嘅具體嘅行動去審判。審判咩人呢？審判兩種人。第一類人呢，就係困苦貧乏、受逼迫、向神呼求嘅人。呢啲人呢，王啊要拯救、要搭救，為佢哋伸冤。咁第二類人係咩呢？第二類人呢，就係欺壓人嘅人。對呢啲人呢，個新王啊反過嚟呢，係會將佢哋壓碎。而因為所羅門呢，能夠以公平公義去治國呢，呢度會產生個漣漪效應嘅喎。地上面所有權勢，大山小山，政權由上而下咧，都要為神嘅百姓咧帶來平安。嗱，呢個平安咧，其實亦都對應咗神喺歷代志上22章8至9節咁講喎。你要生一個兒子，名叫所羅門。他在位的日子咧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。平安嘅意思咧，就正正係所羅門個名嘅意思啦。嗱，當大衛介紹完佢個仔神嘅說話咧，喺呢個時候亦都臨到大衛喎，講啲乜嘢嘅咧？就係要介紹神嘅兒子，預告一個將臨嘅新王。神介紹呢個新王咧，係好多方面嘅喎。嗱，佢分三部分嘅。我哋首先睇下個序言啦。先睇第5節咧，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人要敬畏你，直到萬代。嚟到呢一度咧，我哋有另外一個翻譯嘅難處喎。主要喺邊一句說話咧？就係人要敬畏你。嗱，我哋睇翻唔同嘅古卷咧，譬如話希伯來嘅馬索拉文本咧。佢就用咗人要敬畏你嘅意思，而呢啲意思咧，中文和合本、其他主要嘅英文譯本咧，例如 New King James 啦、NASB 啦、ESV 啦，都採用呢個譯法嘅，就係人要敬畏你。但係我哋睇70士譯本咧，就將佢譯為咧，他會永續喎。他會永續嘅意思咧，亦都有英文版本去採用嘅，例如 RSV 啦、NRSV 啦，同埋 NIV 都有，所以有唔同嘅睇法。但係我按上文下理嘅推斷咧。我覺得第二個翻譯咧係更加連接，更加令個意思完整嘅。所以按呢個意思咧，第5節咧應該理解為咧，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他會永續，直到萬代。嗱，呢個永續君來嘅意念咧，係同其他嘅元素咧係交錯咁樣響應嘅喎。我哋先係試下將第5節同埋第17節一齊理解啦，睇下係咪更加清楚。繼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。他會永續直到萬代咧，呼應咗第17節喎。他的名要傳到永遠，要流傳如日之久。日咪即係太陽咯。17節咧，亦都繼續補充喎，人要因他蒙福，萬國要稱他為有福。所以呢個永續咧，唔止係時間萬代，亦都使萬國蒙福。呢個遠超於所羅門嘅王權國度個時限嗰個範圍嘅。咁呢個新王啊，點樣能夠做到呢樣嘢咧？第6節啦，他必降臨。嗱，用降臨嘅字咧，亦都好奇怪嘅喎。若果係所羅門嘅話，咁所羅門咪喺大衛嘅旁邊咯？點解將來要上上落落咧？所以明顯咧，呢度就唔係講所羅門啦，呢個係將來從天而降彌賽亞。所以第6節咧就咁講啦，他降臨好似雨一樣喺兩笪嘅地方。第一笪地方咧就如像已割嘅草地上。嗱，已割嘅草咧係急需雨水去滋養嘅，先至能夠生長嘅。呢啲雨咧，亦都好似甘露一樣滋潤田地，係及時嘅，係珍貴嘅。甘霖咧係降臨喺平地上面啦，而呢啲恩雨咧，去到16節咧，亦都帶到去高山喎。降臨去邊度咧？去原來唔耕作嘅地方。
呢度咧都要五穀豐收，所結嘅穀實咧要響動，好似黎巴嫩嘅樹林，高大強壯。嗱，呢度好多魚啊、象啊、好似啊，即係話佢唔係真係講植物啦。嗱，響動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奇怪嘅字嘅，可以解係人對神係一種嘅敬仰、敬畏咧，個心靈產生咗共鳴啊，一切嘅鼓動，一切嘅喝彩，呢個擬人法，呢個唔係單單講植物、講草，係講人、講神嘅百姓佢嘅響動。另外一個證據都睇到嘅，嚟到第16節咧尾嗰段咧，佢話咧城裏的人要發旺如地上的草，邊個城市咧？可能係新天新地降臨喺大地嗰個城啦。所以咧，人咧係發旺，好似地上嘅草一樣啦。我哋再睇落去，喺個交叉結構裏邊咧，有一個好清晰嘅中心思想，就係第七節。佢話在他日子，義人要發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長存。彌賽亞臨在嘅日子咧，有兩個結果。個義人呢個義人咧，原文係第三身單數嘅，特別指嗰位義者，係講到呢個義者咧發旺係興旺成功。呢個義者嘅發旺咧，亦帶出另外一個結果喎，就係大有平安，係一個完完全全圓滿滿日和諧福祉嘅地方。呢個將來嘅君王啊，點樣達到呢個興旺嘅成果呢？第8節咁講啦，佢話佢要執掌權柄，從這海到那海，從地中海到波斯灣啦，從大河直到地極。大河咧可能指咧幼發拉底河啦，直到地極咧係象徵當時已知世界嘅盡頭。呢個亦都遠遠超越咗迦南地嘅範圍。再一次表明彌賽亞嘅國度咧係普世嘅。嗱，去到第9節咧，佢話啦，他要掌權。佢要掌權咧，就先要處理敵對嘅勢力。第9節咁講啦，住在曠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敵必要添土。嗱，下拜同埋添土咧，係徹底嘅降服同埋羞辱。72篇咧冇清楚講明住喺曠野嘅仇敵係邊個，但係呢度咧，我聯想起咧喺曠野要求耶穌下拜嘅撒旦魔鬼，亦都記起咧創世記第3章14節咧，神對蛇嘅咒詛。你必終身吃土，凡之種種咧，都暗示咧邊個就係仇敵啦。喺度預示咧，彌賽亞係會先收復呢個古蛇撒旦，係終極會取得勝利，令到萬國來朝。嗱，第10節同埋11節咧，列舉咗啲歸順嘅君王喎。嗱，呢包括咩咧？他施同埋海島嘅王啦，示巴咧就係南方國家啦、部落啦，而西巴咧就係非洲更加南嘅地方。嗱，相信咧72篇羅列嘅地方咧，唔係隨機嘅喎。呢啲地方咧可以象徵為全地萬邦，涵蓋咗挪亞嘅後人啦、閃、含、雅弗三大族系。呢度再次預示咧，呢個彌賽亞嘅治權咧係臨到所有嘅人。好，下一節啦，諸王咧要向呢個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咧叩拜同埋侍奉，萬國咧係進貢呈獻禮物，甚至嗰度講啦，示巴嘅金子咧要奉給他。嗱，15節又有另外一個翻譯難處喎，佢喺度講咧，他們要存活。嗱，他們咧原文係第三身單數，所以應該譯為咧他而唔係他們。存活咧可以進一步咧去補充第5節，權位永續直到萬代。17節佢名直到永遠，而存活咧係講君王嘅本身係永活如日月長存。而佢嘅子民咧，佢嘅百姓咧，要祝願呢個彌賽亞，呢個新王能夠得到萬人敬仰、萬邦來朝咧，係因為佢能夠以仁愛、公義治世，佢所做嘅一切都顯示到咧，佢係對弱勢社群嘅認同同埋輔助。呢啲人咧係受壓迫但係求助無門嘅人。呢個新王咧會為佢哋做啲乜嘢咧？12節，佢要搭救佢哋，佢要拯救佢哋，脫離欺壓、脫離強暴。新王要憐憫佢哋。去救贖佢哋，憐憫係仁義，救贖咧係出於義務。佢視呢啲人咧為佢嘅至親，當呢啲至親落喺困苦裏邊咧，佢有責任啊，係付出代價，甚至係贖價去贖回佢哋應有嘅權利同埋地位。嗱，14節咧就進一步去解釋新王點解要幫助佢啦。核心原因係咩咧？係因為新王嘅眼裏邊咧，佢哋嘅血、佢哋嘅生命咧係視為寶貴。好啦，嚟到18、19節啦。大衛聽完呢個信息之後咧，佢未必完全明白嘅喎，佢未必知道神將來要行嘅奇事嘅喎。但係聽完之後咧，心存感恩，
佢明白到神係會按佢嘅應許賜俾呢個新王，以公平公義去治理永續佢嘅王朝嘅，為天下萬民咧帶嚟咧永恆嘅平安。所以大衛喺此刻咧個心就響動啦，可以讚頌神。嗱，18節咁講嘅，佢話以色列的神啊是應當稱頌的。點解呢？因為耶和華獨行其事，係超越人能夠想象理解嘅行為，特別喺神救贖嘅神蹟奇事。嗱，獨字咧係強調神咧係無需要依靠任何人咧去完成呢啲救贖計劃嘅。咁大衛喺度讚美佢咩咧？佢話神嘅名、榮耀嘅名、自有永有嘅名，神嘅名咧係能夠充滿全地，直到永遠。大衛呢篇讚頌嘅祈禱咧係以阿門為結嘅喎，誠心所願，唔止一個阿門。係一個再加上一個阿門不住嘅祝願。嗱，呢個阿門呢，唔單係結束咗72篇，亦都作為詩篇第二卷嘅結語。好啦，最後呢，我哋都請大家留意下呢第20節啦。呢度呢，大衛冇稱為王喎，佢稱為耶西嘅兒子。嗱，我自己相信呢，呢個大衛嘅意思嚟嘅，佢直接以耶西兒子嘅身份呢去自稱。嗱，耶西嘅兒子呢個身份呢，喺詩篇呢，只係出現喺72篇，喺詩篇之外呢，就只有撒母耳記下第23篇。我係相信呢個別有心意嘅，呢個代表咗呢，大衛呢係謙卑讓出皇位，佢退下嚟，再唔係王，佢要回歸根源，佢要回歸列祖。嗱，我哋睇下撒母耳記下23章1節點樣記載。佢話以下呢係大衛末了的話，耶西的兒子大衛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。20節咧係大衛祈禱嘅完畢啦，冇一個神嘅受膏者，大衛咧係以祈禱結束神交俾佢嘅使命人生。嗱，嚟到呢度，我哋大家反思一下啦。神係獨行其事嘅，佢藉着佢嘅獨生兒子耶穌，將國度佢嘅公義咧帶到世界上面，佢將啲困苦嘅人咧從欺壓同罪裏邊救贖出嚟，呢啲就係佢奇事啦。咁你知唔知道你亦都係佢一個奇妙嘅作為呢？神喺你嘅身上行咗乜嘢神蹟奇事呢？72篇咧亦都講到神係獨行其事嘅。但係呢度咧唔等於咧我哋係唔能夠參與神嘅工作嘅喎。相反，神係極願意咧與我哋同工。佢係知道我哋咧好似大衛係唔能夠達到佢嘅要求嘅。但係若果我哋願意嘅時候咧，神係可以用我哋嘅唔論長處或者短處，喺獨行其事嘅神嘅手裏邊咧，都係萬事互相效力，都係好處，都係益處。如果咁嘅話，我哋點樣配合佢呢？我哋點樣將我哋自己、我哋家庭、我哋嘅工作成為佢嘅國同埋佢義嘅一部分呢？對於你嚟講，先求佢嘅國同埋佢嘅義係咩意思呢？但係無論點樣講呢，我哋唔係一個人去面對呢啲嘢嘅。嗰個獨行其事嘅神呢，係會同你同行。嚟到呢度呢，大家都可能會感受到72篇嘅寶貴啦。希望72篇呢，俾大家一啲嘅反思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到呢一度，拜拜。